手機 App 簡單撳幾下就能夠輕鬆訂心水嘅產品，網購咁方便，背後物流技術係關鍵。物流涉及多方協作，過程繁複，統一嘅數據管理可以便捷各方。機管局利用區塊鏈、人工智能等嘅技術開發平台，實現一站式數據管理同埋資訊共享。有貨運公司推出連接平台嘅手機程式，一 App 在手就能夠追蹤貨物，完成無紙化取貨同埋報關程序，慳咗紙本檢查同埋排隊流程。目前獲30幾間貨運代理商採用。港口服務亦都不斷進步。2025年底之前完成構建嘅港口社區系統，透過資訊共享同數據分析，以數碼化提升營運效率。而粵港澳3地海關就合作推出一站式資訊平台，運用手機程式提供查詢服務，包括實時過關人流、海關法規等等。數碼科技唔單止提升效率，更加令到唔同環節互聯互通，推動物流業邁向新格局。融入國家發展，鞏固國際優勢，團結香港，聯通世界。